高雄人，5年前众志成城罢免韩国瑜，在罢免韩国瑜的过程，受到全台湾人民的支持，加油打气。这一次，高雄在背后做的最好的后盾，给予最大的协助，给予最大经验的传承。所以，我们高雄的志工团前进花莲，支持花莲的罢团。高雄出发，带着南霸天的志工一起前进花莲，到各地去声援大罢免，帮助全台湾的罢团。全台各地遍地开花，我们也会不遗余力，用罢免韩国瑜的经验，把傅昆萁罢免掉。拜托全台湾守护民主的好朋友们，拜托全台湾的乡亲们，所有的台湾人民一起来参与返乡投票。我们一直要持续到7月26号站出来投下同意票。2025大罢免，大罢免的活动能够成功。我们希望罢免可以大成功。跟着罢团一起出发，前进花莲，前进台中，前进桃园，前进双北。高雄挺花莲，罢免大成功。